繼續來看昨漢光42號演習第5天，第3作戰區在桃園煉油廠進行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演練。海軍濱海作戰指揮部是頭一屆跨海調動去澎湖執行部署任務。發現油槽受到攻擊漏油，中油人員趕緊到場檢修，雖然因為安尼受到不明物質的污染，出現身體無爽快的狀況。其實這是漢光42號演習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的一部分。漢光演習第5天，模擬關鍵基礎設施桃園煉油廠遭受攻擊，因此第3作戰區的化學兵進駐，協助人員進行清消。化兵部隊設置站檢驗，協助人員消毒鞋啊、燙衫，而且出動大型的消毒車進入環境消毒，確保煉油廠區內底安全。在軍事衝突的時候，像中油煉油廠這樣的非常關鍵的這個基礎設施，的確是極有可能遭到敵方發動這個攻擊。桃園煉油廠基本上供應很重要，例如像中部以北的航空燃油，軍隊作戰不可能沒有燃料來進行，所以呢這個時候這個地方所需要進行的防護就會提升。總統賴清德初9早起，也去到桃園市的作戰分區火力運用，也有要脅火箭規劃，也就是國軍以密集的火力打擊，阻擋敵軍侵犯。第4作戰區是實施要港防衛演練，官兵使用無人機偵測戰場的狀況，甲敵軍動態。另外一方面，海軍濱海作戰指揮部頭一屆跨海去到澎湖執行部署的任務，機動飛彈車載向2轟炸飛彈去到戰術位置完成排列，驗證反艦火力前推能力。負責首都的憲兵202指揮部，初9透早也正方收復也步槍甲火箭彈佇個街仔頭界邊，而且快速入去台北捷運西門站，演練透過地下化軌道設施送兵力物資，支援南港橋附近的憲兵部隊。值得大家注意的是，官兵穿上新的奢侈兵仔衫，是烏的、朴的甲白的做起來的布，連靴管嘛是朴色，融入城鎮作戰環境，也讓演習接近實戰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